天高热，自从伫台南大流行以后，每到热天，选择大家总动员，避免积水容器、生棒糖，以寻到清水口号，相信大家拢真清楚。对此，卫生局长李翠凤表示，虽然今年对外口入来病例有25例，不过本土病例却是0。伊认为伫7大策略当中，新推出的定点医生监测计划发挥关键效果。定点医师会每周呢，就他们所遇到疑似的病例，他们会做这个采检跟通报。那我们后端再由实验室来证实。那这样的一个好处是，当医院通报疑似病例，我们就立刻启动所有的这个防治作为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即便我们可能有一些不是确诊病例，我们多做了很多的防疫措施，但是我们可以掌握先机。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掌握先机跟我们的这个定点医师的监测，加上大家群策群力之下，我想今年我们看到一个很正面的成果。台南市卫生局今年伫疾病防治、心理健康推动以及健康城市的建设等各方面，拢协众无数，嘛交出一张真水的成绩单。其中伫注疫苗系统的不断精进，以及鼓励65岁以上长辈来注疫苗的效率，拢是6到数1数2。会中呼吁市民，新冠病毒一直变化，一定要有自预防下的心理准备，才当保障健康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